师傅还有一个关于宵夜的问题。前段时间有位师兄打进电话问师傅说有没有固定的格式让我们了解，可以知道自己的业到底消了多少。师傅说是没有固定格式的。那么我想问一下师傅，是不是我们学佛越学到后来，比如说碰到事情不起烦恼呢，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事情会用佛的智慧去对治了，这是不是可以判断自己的业障轻了呢？如果有智慧生出，智慧越多，业越轻。一个人福气越大，他的业越轻；如果这个人福气很小，他的业越重，这还不懂啊？那就天天法喜充满，我们的业障是随着慢慢消下去。那当然了，你能够笑得出来，你一定业就很轻。你天天能够开心的人就是业轻，你去看看每天愁眉苦脸的人，这种人会没有业的，背的业背得厉害了，倒霉啊！明白了，师傅。